我記得其中一個好似係籃球啊，三人籃球，我唔記得咗。澳門會承辦幾個項目，即係原本一開始諗住係澳門可能會有比較多項目，咁有機會參與下啦。我見得最多就係多個噴水池有攬到塊牌嘅倒數，香港啊、澳門啊，多3個地方嘅樹一齊搞呢個全運會，最多就係聽呢個，其他都比較少。呢個就唔係太清楚，但係知道有全民參與呢樣嘢，好似唔係有太多嘅信息可以知道。有聽講過，不過深入了解就唔係咁清楚。我知道香港搞好多賽事同埋群眾嘅活動係好完善嘅，同埋好全面嘅。難得可以主場出賽，澳門嘅運動員現在都積極備戰，希望可以對佳嘅狀態上場奮戰。但係到現在有好多澳門人都係唔知道，作為一般居民嘅我哋，除咗可以做志願者或者入場去捧場之外，我哋仲有機會可以代表澳門親身出戰群眾賽事。23個群眾賽事活動，設有19個比賽類大項及4個展演類大項，包括有輪候香港，佢哋今年1月份已經相繼咁開展相關嘅選拔程序，所有合乎資格嘅居民都係可以報名參加，而且係費用全免㗎。根據群眾賽事規程總則，各參賽單位應該廣泛開展我要上全運嘅賽事選拔運動員。4月8號，中國羽協咧就公布咗第15屆全運會嘅羽毛球群眾項目嘅參賽名單啦。原來全國已經有1599名嚟自各個省市自治區等等唔同單位嘅運動員咧，將會參加群眾項目嘅羽毛球賽事啦。香港咧有40幾人嚟參賽，連台灣都有10個，但係澳門竟然1個代表都冇。如果係咁樣都幾尷尬喎。作為主辦方啊嘛，我哋係咪啊？如果係冇代表參加，就好似爭啲嘢咯。而家聽到就好似都係有少少失望，即係冇辦法去話參加呢一個活動。起碼都有個預賽篩選過啦，有個篩選。咦，你真係有呢個能力代表，亦都鼓勵到市民喺本地參加本地嘅運動，然後透過一個選拔，讓佢去代表澳門去參賽。有羽毛球嘅項目啱自己嘅，其實我都有興趣去參加嘅。如果時間啱嘅，都會去參加嘅。特別係如果係有足球項目，可能試下乒乓波、籃球呢啲，象棋、圍棋都可能試下，即係自己識玩少少，大概明嗰個規則。我自己有幾個朋友都係玩圍棋玩得好犀利。我細個嗰陣時去參加象棋咧。去氹仔嗰邊嗰個場館都係爆晒嘅，大家熱誠都好高，特別係中學生對圍棋啊、象棋啲娛樂或者係體育活動都興趣比較高。好多朋友你話覺得年輕人就會成日係打機啊，我而家反而覺得可能更加多人會去玩象棋啊、麻雀啊呢啲比較傳統少少嘅桌遊之類嘅活動咯。我哋學校度咧 cut 咗網之後咧，大部分人都係玩到啲象棋嗰啲嘅，可能應該如果有個個機會去同其他人切磋下，應該都唔錯嘅。而家知道有咁多嘢之後，希望有啲位去玩一玩。定向咯，冇玩過，不過我中意玩公開水域、游水同埋越野。初次接觸覺得都幾有趣，咁所以定向嘅話，相對嚟講門檻比較低咯。都冇乜問題嘅，可能俾少錢咁樣，有個機會去同其他人去鬥一鬥。機會都會去試下咯，好難得咯咁樣機會，唔會去太理自己水平或者費用咯。我自己覺得，即係你有機會好似試一試咁參加下去。運動下咁樣都幾好。羽毛球會去睇啦，籃球買到票嘅話咧，支持大家嘅。可能係排球啊，因為有個 friend 都係排球校隊入邊，係啊，所以佢之前都睇咗佢嘅排球決賽，都幾有意思。如果可以感受下個氛圍都唔錯。15屆全國運動會將會喺今年嘅11月9號到21號舉行，賽事咧就包括咗34個競賽項目同埋23個群眾嘅比賽項目。今屆全運會嘅特別之處就係由廣東、香港同澳門3地一齊合辦嘅。我哋澳門賽區將會承辦5個比賽項目，包括乒乓波、3人籃球、5人籃球、18歲以下組別、排球嘅女子成人組同埋空手道嘅群眾項目比賽。作為東道主嘅隊伍，廣東、香港、澳門嘅隊伍都係可以直接進入決賽周嘅賽事。做呢個街訪嘅時候已經係5月中啦，但係我哋睇到喺澳門賽區一啲賽事項目咧已經進行緊啲試運轉嘅測試比賽啦。但係我哋同好多澳門居民去傾，佢哋對澳門舉辦全運會相關嘅信息其實就唔係話太了解嘅啫。到現在仲未見到體育局依照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室嘅要求舉辦任何我要上全運嘅群眾項目選拔活動。相比起香港嘅積極宣傳同埋相關嘅群眾項目選拔比賽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澳門嘅全運會官方網頁只有一啲場地嘅籌備準備同啲義工培訓等等嘅相關信息，但係對群眾項目嘅選拔活動同埋相關嘅安排就隻字未提啦。
現在距離第15屆全國運動會舉行嘅日子仲剩翻不足6個月時間啫。到底澳門居民仲有冇機會參加全運會嘅群眾項目呢？希望政府咧就唔好再令市民嘅期望落空，把握好時間，做好群眾項目嘅相關選拔工作，讓鍾意運動嘅澳門人可以參加國家嘅體育盛事，同全國嘅群眾一齊同場競技啦。